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宜兰，最后一间合法的工厂，去年负责人过身了后，就撤销着执照，结束营业。这间工厂经营51年了，嘛要来带起着劳动康乐行的繁华。不过因为这几年来，离家服务的性工作者年岁愈来愈大，嘛渐渐较无人客，行到今年行袂落去，只好收起来，加入历史了。 这条巷仔无偌宽，这是罗东镇康乐巷，本来是宜兰最后一间合法性交易场所松原屋所在地。今年1月份关起来了后，宣告宜兰合法的工厂正式行入历史。去年是因妈妈无死的进前唔办嘛，一定要做对无？因妈妈死了，警察就拢来遮滴落啊，就拢无做。无好啦，真歹啊啦！哦，迄种冒落去拢无人啊。 宜兰伫民国92年时，总共有5间合法的工厂，宜兰市1间，罗东4间，后来陆续结束营业，敢若剩2间。松原屋伫这条康乐巷，俗称后街，民国57年核发许可证，到即马51年的历史。去年女负责人过身后，就撤销执照，结束营业。连带宜兰县性交易服务者甲场所管理自治条例嘛宣告废止。条例里面，它第4条第4款里面，有针对这妓女。 及妓女户不得新增因此如果妓女户他负责人如果逝世，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办理废照。经营51年的工厂，即马连招牌拢已经拆落来，因为后街欢迎景象嘛对松原屋的关门做伙谢幕。